喺青衣公園嘅魚池，工人將池入面嘅水抽走，用鐵絲網圍住條蜂鱷，收窄範圍，再用網撈起佢，放入大水桶入面。條蜂鱷之後不斷掙扎。除此之外，仲發現有倉魚、水蛇同龍蝦。康文署人員用咗2個鐘捉咗2條長約1米嘅蜂鱷。而喺荃灣德華公園嘅水池，亦都成功捉到一條3尺幾長嘅蜂鱷。經專家檢定後，證實蜂鱷冇保育價值，而條魚稍後都自然死亡。有街坊話，早幾年已經見到魚池入面有蜂鱷，見佢食金魚咯，喺出邊嗰度咪見咯，一啖一條噶，好快脆噶。佢冇傷過人，又冇對人冇衝突噶，仲好睇添。而管理公園嘅康文署人員估計蜂鱷係被人放生喺呢一度，成10年都有啊。10年？嗰啲市民啊，即係平時係咪都喺度見到嗰幾條魚㗎？係啊，佢又係好順㗎。有小朋友就唔理危險，擒上欄杆度睇魚。公園內嘅水池呢，部分欄杆都比較矮㗎，小朋友一個唔小心就好容易跌落去，發生意外。而喺柴灣公園同樣發現有4條蜂鱷，其中1條更加長達1.5米。漁護署表示，喺本港飼養任何觀賞魚都唔需要領取特別牌照。至於亂棄置魚類係咪違反約束條例，就要視乎情況而定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高祖兒報導。